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莹。今日拜五，明仔载拜六又搁开始休困啊，因为海休困是休困，有方面来日闹强，北部甲东部雨会较大较高，南部气温呢当然嘛有影响，包括咱北部气温嘛下降。另外西半部地区要注意是空气品质无好的现象，像讲这个红色警戒是大寮啦、桥仔头、金门所有族群上好拢总莫出门。还有柑仔色的，柑仔色是中华二林陕西较敏感族群上好嘛莫出外，因为安尼对咱呼吸道较好。啊，这部冷空气拜六的报道，玉山敢会搁落雪？气象局目前观察讲，这个水汽条件无算讲真充分，所以讲落雪机会无悬。今日春天，玉山游园变作银白色的世界。这场3月色有淡薄突然，不过拜六阁有一波冷空气，玉山敢阁有机会落雪。水汽的状况其实并不是非常的良好，3500公尺的高山啊，如果水汽跟温度配合良好的话，还是有不排除有降雪的几率。想要看到雪无简单，不过一定会落雨，因为华南喷雨区刷到台湾，主要落伫北部和东部地区，气温嘛对咧下降。大家要感受到明显变凉的时间点，应该会在明天晚上之后。影响的区域呢，主要是我们北台湾的朋友们。对中南部地区的朋友来讲的话呢，温度上来说还是可以到达25到27，甚至28度左右。拜六礼拜有风面，拜六暗时到礼拜2时，规个中部以北拢会落雨，温度嘛对咧下降。后礼拜一开始上班，北部和东部游园真湿凉，不过中南部游园是好天，高温阁有27度，只是扩散的条件无好，空气品质嘛不良。规西半部唔是红色，就是柑仔色。空气严重的包括高雄部分地区和金门，上雨的减少4月的外冬。南部和中部的彰化是柑仔色的灯号，若是有较敏感的乡亲，尽量减少出门的外冬。若是真正的出外，要是会记你挂喙暗。